愛嘅讚頌。所以咧，如果真係攞46篇去對照我嘅人生咧，我覺得更加似我呢10年嘅。老實講咧，10年前嘅我咧喺患難中咧，我會喊嘅，我會怨嘅，我冇辦法做到詩人咁咧喺度歌頌神嘅。但10年過去，我喺基督裡面慢慢成長，漸漸學懂咧詩人嗰份信心。從文學嘅角度去分析咧，呢首詩歌經常出現一啲詞彙嘅，例如搖動、動搖、攀軍、喧嚷、水嘅意象，可以見到咧當時嗰個形勢幾咁兇險嘅。但係詩人咧4次用個雖然個雖字帶出呢啲咁嘅景象，但係佢唔怕喎，仲係因為咧佢覺得神係有能力，係喺冇任何嘅環境中咧作佢嘅保障。面對呢種危難而唔驚嘅經驗咧，係令我諗起5年前嘅一件事。當時我感覺到我胸椎咧係有難以言喻嘅痛楚，咁去骨科嗰度做檢查咧，醫生咧初步猜測我咧係有骨癌嘅。咁當時我聽到嘅時候，我唔知我老公陪診嘅時候有咩感受。我咧係腦海一片空白，內心有啲驚嘅。但係我又唔似10年前咁咧，駝住大仔成日見紅嗰陣時嗰種驚。當時咧，我查出有息肉嘅時候，我都唔知係良性定惡性。我嗰陣時真係成日都喊住咁樣禱告嘅。不過呢次聽骨科醫生咁講咧，我就冇不停問 Why me？ 點解係我？我只係戰戰兢兢咁交託俾神，靜靜咁等呢個 MRI 嘅結果。因為我心裏面咧有一份出人意料嘅平安，感覺到神嘅同在嘅。詩篇喺第1、第7、第11節咧，一連3次作一個信仰告白式嘅陳述，係用肯定句咧同以色列咧去做一個介紹。詩篇裏面咧仲3次重複為咗我哋，2次重複與我哋同在，可見神嘅同在係幾咁真實。喺我等待結果到等到醫生宣判嘅之前咧，我都係能夠用平常心去面對嘅。好感謝神啦！結果並唔係駭人嘅癌症，只係 B27引起嘅免疫系統疾病，係一種關節脊椎炎嚟嘅啫。嗰種係有如釋重負嘅感覺。雖然我未認識咩叫 B27，但我相信咧神已經聽我禱告，起碼唔係最差嘅結果。咁喺詩篇裏面有3個嘅隱喻、避難所、力量、保障，都好讓我感受到咧嗰個嘅病患中嘅經歷。因為喺痛苦當中真係格外感受到神嘅同在。因為 B27表面係唔會致命，但係我過程中係要承受好漫長嘅痛症困擾嘅。呢種痛咧係嚴重影響我嘅生活啦。我夜晚瞓唔到覺，精神不振，工作效率下降。我情緒開始陷入咧好似以前產後抑鬱嘅狀態。我知道我身心靈出晒事，所以我向精神科度求助。醫生仲話我有適應性障礙 （adjustment disorder）。嗰種陷喺深淵嘅感覺，讓我真係感受到我需要避難所、力量同保障。不過神嘅應許好實在，佢就好似喺新耶路撒冷上裏面去出現嘅嗰份活水嘅落河。當時我每日受住痛症嘅煎熬，只能夠靠止痛藥去換取短暫嘅休息。不過神直接用詩篇嘅其中一句：你們要休息嚟提醒我。其實我覺得好幽默嘅神，佢叫我休息，但其實我肉體根本休息唔到，因為我每晚半夜2至3點我就會痛醒，然後就眼光光望天光。呢種情況係持續超過1年以上，所以我成日都瞓唔到覺，好攰。但係神咧話俾我聽，佢叫我休息唔係要我休息，係要我靜落嚟，要我放手，係因為佢鼓勵我要有平靜嘅心去面對。所以經過默想之後，我知道佢嘅意思係叫我放手，唔好作人嘅努力。就算停止工作，為屋企係帶嚟財政嘅壓力，我 career path 咧係會有污點。其實我亦都唔知道我點樣醫病，因為專科好貴。不過咧，當我辭職之後，甚至佢叫我，你不如做一個福音幹事啦，走去服侍佢嘅羊。我都覺得好奇怪，點解佢會叫我繼續做嘢？不過好奇妙啊！當我願意順服嘅時候咧，我食藥嘅次數越嚟越少，我睡眠嘅時間越嚟越長，奇蹟嘅事情真係發生咗。阿 Toby 仲幫我做刮痧放血，哇！唔係啊，呢個真係救我出深淵嘅一個好奇妙嘅經歷，因為
我真係瞓到覺，哈利路亞，好感謝主。所以嗰刻我真正感受到神係我嘅避難所，係我嘅力量，係我嘅保障。所以我都好希望用返同一首詩篇去鼓勵大家，無論喺幾大嘅危難痛苦當中，記住詩篇嘅呢一番嘅説話，會俾你有動力。哪怕我而家間唔中都仲係會痛到我會行唔到路，有陣時仲會喐唔到，不過唔緊要，我知道神喺我哋當中，佢仍然與我哋同在。多謝各位。